请问台湾头一种有身份证的鸟啊是什么鸟？我感觉是 A 啦，体鸡。我嘛是安尼想是 A，因为阉割是外来种，空枪嘛是外来嘛是种，外来种在。台湾无这种物件啦，对，是所以 A 是应该是咱台湾体鸡啦。对啊，因为体鸡这是咱的古鸟的其中之一啊，哎，是是。所以 A 无唔对啦。 A 吧，A，好拢 A 好。哦，确定，确定你的答案是 A。那安尼，哎嘿啊，那安尼，咱安尼机会就来啊啦。哇恁哦，来哦，投票，紧哎来！来哦，投票现在哦，时间要到。来哦来哦，我卡四、空球，三、二一，三位，来，空球，确定，空气确定，确定。卡定几万空。动物吼，会有身份证吼，主要就是讲要买卖时吼，知影伊的身价到底什么啦。是吼，啊，咱其他的两种鸟，一般的人较无咧饲啦吼。像咱若饲狗吼，有人饲狗的人，伊就知影讲，迄个狗吼，要证明讲伊是身价足悬的吼，伊嘛有身份证哦。血统，才知伊血统证明啊吼。对。啊，这阉割嘛是因为阉割咧买卖吼，因为阉割是足贵的鸟啊。是。吼，迄有足贵的阉割咧买卖，啊，咱为着要知影讲这个市场卖偌钱吼，所以有互伊身份证。啊，你交易是接袂落，啊，过来就是讲伊若碰见的时才找会到。哦，所以伊有这个身份证。哦。